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在1月2日的文章中认为，习近平上周六在全国发布的新闻贺词中罕见地承认了3年疫情防控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困难。文章指出，习近平在贺词中说：“我们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，每个人都不容易。”他还默认了11月底发生的民众针对疫情防控措施抗议的行动。他提到公众会有不同意见，并呼吁大家团结起来。英国《金融时报》在周六的文章中指出，中国共产党正在试图转移人们对目前中共病毒危机的注意力，这说明习近平的中共病毒决策对他在国内外的信誉造成了损害。有中国专家认为，习近平所声称的中国制度世界最优正在遭受严重的质疑。中国民众在抗议中喊出了习近平下台、共产党下台等口号，海外华人留学生也纷纷响应声援，震惊了世界。随后，中共当局突然转变了中共病毒防疫政策，于12月7日出台了防疫新10条，无准备的放开管控，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中共病毒疫情的全面大爆发。中国元旦期间，河南省周口市因为民众上街燃放烟花，爆发了警民冲突。警察抓人后，民众群起要求放人，并推翻了警车。有年轻人跳上警车展示警车车牌，引起了群众的欢呼。除了河南之外，南京、山东等多地也都爆发了烟火抗议事件。评论指出，从白纸运动到烟花运动，中国民众已经觉醒，借着抗议争取自己的权益，这是巨大的进步。出于对中国中共病毒疫情的担忧，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了限制措施。美国从1月5日起，对从中国出发的旅客要求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或过去90天内已康复的证明。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以色列也紧随其后出台了类似的规定。欧洲方面，英国宣布1月5日起，从中国飞往英格兰的乘客需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证明。西班牙、意大利和法国也先后宣布了类似的措施。亚洲方面，日本从去年12月30日起，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行了强制检测，呈阳性且有症状者需隔离7天，无症状者隔离5天。韩国除了要求提供检测阴性证明以外，还规定入境后1天内必须接受当地1次的核酸检测。台湾规定，整个1月份从中国直飞台湾以及经过金门、祖马地区前往的乘客，都必须在抵达时接受透液 PCR 检测。此外，北非国家摩洛哥从1月3日起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，无论什么国籍，成为全球首例。美国政府指控前美国飞行员丹尼尔·杜根至少收受10万美元，培训中国军队飞行员如何在航母上起飞降落。杜根被指控在南非一试飞学院中训练中国军队飞行员，该学院要求教官必须具有符合北约标准的海军航空知识和经验，服务包括评估军事飞行学员、测试海军航空的相关设备，以及指导从海军航空母舰上如何起飞降落的相关战术、技术和程序。杜根面临美国的4项指控，包括共谋向中国非法出口国防服务、共谋洗钱以及违反美国武器出口控制法、违反国际武器贩运条例等。2022年10月21日，在联邦调查局的要求下，杜根被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逮捕。2022年12月，澳大利亚政府批准了将杜根引渡到美国的请求。目前，包括英国、加拿大、新西兰等多个国家都在调查前军官参与中共军事飞行员的培训问题。在杜根被捕的同一周，英国警告数十名前军事飞行员必须停止在中国的工作，否则将根据新法律以国家安全为由起诉他们。